Hello，大家好，我係 Toffee Boy，歡迎嚟到我呢個頻道。今日咧係講英國生活文化噶。香港嘅朋友或者住喺海外嘅聽眾，希望你哋多多支持我個頻道啦，請訂閱我嘅 channel。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呢個題目，我覺得好多人心裏邊都會有噶，但係未必會講得出口啦。點解香港人嚟到英國之後咧，或者新移民啦嚟到英國之後咧，有啲人會開心到好似 reborn again 咁樣咧，或者有啲人會覺得好迷失咧。其實呢兩種情緒咧都好正常噶。當然啦，亦都唔係淨係你一個人發生啦嚇。我以前都會有試過，有啲時間都會係覺得好 lost 噶。OK，咁今日咧主要分開兩部分啦，想同大家去講下啦。第一部分就係講話點解香港人嚟到英國會開心咗咧？啊，會點解會唔同晒咧？咁樣咁其實咧呢啲純粹我自己嘅分享翻啦，即係自己亦都係過來人啦，係嘛？嚟到英國之後咧，有啲有啲香港人或者有啲新移民都會突然間覺得，哇！原來嘅生活係咁樣嘅喎，即係嚟旅行可能會嚟過，但係真真正正喺度落腳落地生根喺度生活咧，又可能係另外一樣嘢嘅喎，係嘛？其實即係俾人哋感覺到嚟到英國，最主要就係話可以鬆咗口氣咯，最主要咯，因為鬆咗口氣咧，點解咧？個原因就係喺香港，我哋自己喺香港生活啦，香港長大啦，大家都知道香港嗰種壓力好犀利，不論係小朋友讀書、大人返工，由細到大都有一種壓力，一種壓迫感，節奏太快，好多時都好似要去追一個 target 咁樣，由一個讀書年代。依家更加慘添啦，係咪？一個 target，誒，好似我哋唔嚟到英國唔需要太快啦，唔需要太過逼，反而喺香港咧，你會覺得哇，乜都好快，乜都好趕，又要追 deadline，又要追 quota，即係乜都要追嘅，冇乜好大嘅空間。反而即係成日要去同人哋去交代啊，同我上司交代我要做成點啊，或者去要乜嘢都要自己要盡我即係自我提升啊，驚死落後咗啊，要證明俾人哋睇我係得啊，或者要係保住個飯碗啊咁好多無形中嘅壓力喺度。咁但係嚟到英國之後咧，佢可能會覺得個步伐慢咗喎。呢度啲人人情味算 OK 啦，又唔係太差，亦都可能就預咗一啲住喺啲細埠嘅，都係人情味會比較強啲啦、高啲啦，係嘛？即係冇人逼你去 hit 到個 target，冇人逼你去追 quota 或者去追 deadline 去做一樣嘢，變咗你可以真係放慢少少去做返自己。嗰種舒服啊，冇咗嗰種壓力啊，冇咗種壓迫感嘅情緒會冇得咁好似橡筋好似冇咁掹緊咁，所以可能係因為呢啲咁嘅無形嘅壓力消失，慢慢消失，個人咪開心咗咯，個人覺得好自在舒服咗咯，呢個就係可能個感覺到其中一樣嘢啦，係咪？咁另外一樣就係話嚟到英國，你唔需要同人去比較。喺香港咧，不論你係讀書啊、打工啊，乜嘢都要可以，即係好似要同人比較咁，着件衫出嚟靚唔靚，又好似要同人比，又要好介意嘅人哋嘅眼光。你喺英國，你牛記笠記着咩出去咧，好似冇人點樣理你咁樣。但係香港，你唔可以撻個拖鞋落去買嘢，或者去點樣，即係你會覺得
可能由細到大都係好介意別人去點樣睇自己或者標籤自己。個社會上面生存，去讀書，你好介意人哋覺得你去懶或者去點樣，你去打份工，誒、你就覺得比較，哇！我個仔讀書啊名校，我老公啊做咩工？即係我或者做工程師、做律師、做咩咩司，即係太多比較。就算係乜嘢都好，又要比較啊！哦，佢揾得幾多錢啊？佢乜嘢咁？即係太多比較，太歌性咧，係個人好辛苦啊！即係變咗個人係唔可以停落嚟，一停落嚟覺得好似喺香港唔可以生存到咁滯，你好似俾人哋落後咗咁。反正你嚟到英國，你冇咗呢種感覺喎。英國人咧，佢又唔會理你喎，佢話知你係倒垃圾又好，去抹窗門又好，做 part time 又好，廚房又好，或者甚至乎你去誒照顧下嗰啲傷殘人士，推出推入佢哋行下街啊咁，都唔會有人理你嘅喎，都會 respect 你去做一樣嘢嘅喎。咁喺呢度咧，你會感受到個職位唔係話咁重要啊。誒喺英國嘅人，佢純粹係覺得咩最重要咧？係 work-life balance 先至係最重要。同埋佢哋好多人佢唔會話好刻意去 show off 話，我係劍橋讀出嚟嘅，我係做緊大律師嘅，冇呢啲嘢嘅喎。我喺度住咁多年，冇鬼都會去 show off 話俾你聽佢做咩職業啊！只不過你可能喺香港傾兩句拍偈就話，誒你做咩嘢㗎？你會好八卦去問你做乜嘢，跟住又去衡量去計算人哋做緊乜嘢，或者去啱唔啱身份同人哋傾偈。呢度啲外國人冇呢樣嘢嘅喎。你一個去倒垃圾嘅，一個做律師嘅，喺酒吧又係咁傾，喺餐廳隔離台又係咁傾。佢哋冇去介意話你係咩身份，去咩人，冇呢啲嘢嘅喎。可能就因為咁樣咧，會變得係舒服咯，變咗係好似覺得我唔需要再俾嗰樣嘢去框住自己，去做出嚟俾人睇，啊，變咗可以真真正正做翻自己嗰種開心，I don't care 咁樣，即係我係做翻我自己嘅啫，我唔會理你係做揾乜嘢，理你揾幾多錢，好老實，你揾100萬一個月都唔關我事啦，係咪？啊，即係鬼佬就會係咁樣嘅諗法。但係如果喺香港人嘅心態，可能就會覺得，哎呀，我同佢都唔入流啊，或者我同佢唔啱 class 啊，傾偈唔啱傾啊，咁變咗好多呢啲咁嘅框架去框住咗。所以有啲人嚟到英國覺得，哇，好舒服，又唔需要去比較，我着得 casual 啲，真係好 care 嘅，出街就冇問題。唔會俾人哋去標籤住我係乜嘢人，咩人咩人，即係會係去坦然啲、舒服啲咯。嚇，咁同埋第三樣嘢就可能係英國嘅慢活嘅生活咯。誒，嗰個負面情緒冇咁多，唔會有人無端端喺街度鬧你，唔會人即係嗰啲人唔會特登去點樣去逼你去點樣去冇呢啲嘢。誒，去每同地方去都係排隊啊，去到餐廳食嘢有啲侍應都好似同你笑住口同你傾偈啊，或者行街有啲山堡人，佢都會同你打聲招呼啊，You're right 或者 How are you 咁，即係會有啲呢啲咁嘅嘢，即係你會嗰種療癒感，唔係話你身體有咩創傷要療癒，而你療癒即係話好似有種溫暖安全感之類嘅嘢喺度，覺得咦都幾有啲人情味喎，啲人都會同你打下招呼喎，咁樣係嘛？咁呢啲我會覺得就可能會人哋點解會覺得喺英國會開心，會成長，因為佢放開晒所有嘢，做翻自己咯，嚇。咁調轉一個角度啦，點解會有啲人會覺得好迷失咧？嗱，其實我自己以前都曾經一段時間，好短時間嘅啫，都會有時覺得，咦？
有少少好似迷失，有少少冇咗方向或者失落感，有少少咁嘅情況啊，其實好正常嘅。喺英國開心嘅人咧，好正常。嚟到英國迷失嘅人更加正常，係真係好正常嘅。啊，點解咧？不論你係第一年啊、第二年、第三年，咩都好，你其實你心裏邊有種困惑，冇咗方向感啊，或者嘅身份，即係好似頭先我講嘅嘢，opposite 咁樣啦。OK，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咧，你過到嚟，你係做緊一個人生好大嘅轉變，你係重新喺度生活啊嘛，係咪？呢個轉變係要個適應期咯，嚇。咁突然即係你去喺香港，由細到大都習慣咗填鴨式俾人逼開做一樣嘢，去追 quota、追成，已經習慣咗去趕巴士、去逼地鐵、去點樣去爭、去點樣同人哋競爭、爭位上位去做升職啊，或者係習慣咗係唔會停，一停咗覺得好似落後咗俾人。最慘一樣嘢就係香港嗰句説話係害咗好多小朋友同佢家長啊！係咩説話？贏在起跑線呢一樣嘢就係變咗無形中喺香港，你加重咗嗰個家長同埋小朋友嗰個情緒壓力，係咪？咁你習慣咗個情緒壓力去逼開成咧，你過到嚟突然之間冇咗嗰種壓力感咧，個人覺得好似好唔自然。點解咁嘅？我下一步做咩應該？點解會突然間好似冇人推我，我唔識行咁樣？即係開始變咗有少少，如果有啲負面情緒嘅人，你可能會覺得，哇，過到嚟英國成個廢人咁樣嘅，哇，乜嘢都唔同嘅，即係變咗好似冇咗種積極性。其實嗰種壓迫感，你可能會覺得係積極性。過到嚟係慢活嘅，你可能會覺得，哇，好頹好廢，即係變咗自己好似懷疑緊自己。但係如果你諗深一層，誒、自由呢度俾到你一種好 free 嘅一種自由嘅感覺。其實自由其中某成分係包括迷茫，因為你太過自由冇方向啊嘛，係咪？太過自由冇方向，你咪覺得好 lost 咯，係嘛？即係所以有啲人話你做人係可能一定要有啲規範啊，或者係成太過自由咧。你如果個人唔係話咁自我中心咁強啊，或者個 discipline 冇咁強啊，你會覺得好頹、好廢、好冇方向感，係嘛？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咁當然啦，第二方面就係話喺香港，你嗰個誒其實身份地位咯，都係又係一樣嘢咯。頭先講嘅嘢 opposite 翻身份地位咯。喺香港你好多時就係你做咩㗎？你係點㗎？你做咩嘢？即係話跟住你去打聽緊，哇！你做嗰啲職務揾好多錢㗎喎，點樣喎？即係好多比較啊。譬如你喺嗱，頭先我講開心，可能有啲人覺得，哦，你喺香港都係普普通通一個人過到嚟，你好簡單。咁你失落感，你可能會覺得，哦，你喺香港，你可能做一個好好嘅職業啊，乜乜工程師個乜過到嚟，好似慢活晒嘅，你變咗好似麻木咗你個天分咁，你可能會覺得迷失。即係你可能會分開兩個 category，哦，你嗰啲中產階層啊，或者咩先至會開心啫。如果我知係咁高級嘅，我未必會咁樣諗啦咁。但係你諗深一層，其實嗰個都係一個身份嚟嘅啫。你覺得你一個大法官係高高在上，定一個倒垃圾係下等人？其實唔係㗎，人係平等㗎嘛。你點樣睇下你自己嘅生活，睇下你自己點樣去對待自己啫，係咪？啊，即係我覺得身份唔等於係一個，即係香港嚟講會一個工作去 category 咗每一個人嘅地位身份，甚至乎佢揾幾多錢，佢收入有幾多。但係嚟到英國做咩工都好正常，唔會真係有人問你個 background 係乜嘢，你係咪讀咩名校出身？
嚇，冇人 care 你以前有幾成功，有幾叻，揾幾多錢，幾巴閉，冇人會理你㗎嚇。呢度啲人比較低調啲，show off 嘅人都會有，唔多，主要可能或者倫敦啊、大城市啊、city 啊，即係做 I-Bank 或者某程度嗰啲人啊。但係當你去到一個真真正正去到 reach 一個 level 嘅人，人哋會比較低調，佢都唔想去咁多人注意佢嘅某程度一啲生活咯，係咪啊？所以我會覺得唔係話你係我係邊一個咯，嚟到英國啊，你唔會變得我唔係唔值錢嘅。即係因為嗰種不安就係因為太過習慣咗喺出邊俾人哋標籤咗我嘅自己嘅身份，我係點樣係點樣，或者我係以前又高高在上嚟到呢度好似什麼都不是咁樣嚇，即係好習慣咗俾人哋標籤咗我係點樣。喺呢度就好少去俾人標籤一樣嘢咯，啊，主要都係活得自在，自己開心，做返自己咯。所以嗰啲人就會變咗係，或者可能叫 down to earth，比較開心啲，冇咁執着，冇咁醒咯。因為冇辦法，有時做咗咁多年人喺香港，或者你習慣咗嗰種誒突突然之間過到嚟嗰種新生活，可能暫時間有少少迷失、迷茫嚇，未搞清楚個方向嘅，所以亦都唔係嗰種大問題嘅。嚟到英國你可能覺得啲環境幾好喎，有啲住埠仔啲地方都幾靚啦，生活都幾靜。但係一講靜，夜晚夜闌人靜嗰陣時，你就會可能會覺得屋企冇乜人，冇乜人氣啊，冇咗啲死黨或者啲舊朋友喺身邊，一 call 出嚟睇下波飲酒，冇咗嗰種熱鬧啊。返咗屋企可能冷清清，譬如可能一家四口，平時一個禮拜可能去耐唔中一兩日都會見下四大長老啊。依家好似好遠咁啊！啲小朋友想見下阿爺阿嫲啊、公公婆婆都好似好難見到咁樣啊，咁樣啊，所以有時候即係亦都可能話覺得揾到一個人想同我傾下偈，明白我嘅人都冇啊，咁樣咯。唔好意思啊，我隻狗狗吠啊嚇，唔好意思啊，啱啱隻狗喺度吠，因為有郵差嚟派信。咁就係話同埋你喺返到屋企冇咗嗰把熟悉嘅聲音啦，所以移民係最難過就係唔係生活，亦都唔係語言，亦都唔係文化，係最難係嗰種有時一種孤單孤獨感。呢個係有時我以前幾廿年前過到嚟嗰陣時，我都會有呢啲感覺。因為我係過到嚟之後，我自己讀書，屋企人暫時未過嚟，咁全部都係我自己一個人喺度住喺爸爸個朋友個餐館嗰度，係嗰種無助感，唔敢出聲，只有自己硬食嗰種感覺。就算依家BNO 個朋友過到嚟，都起碼有一家人喺度。我當時係我自己一個嚟到英國，咁佢哋OK settle 咗我之後，跟住我就返咗香港啦。咁我得我一個喺度，咁日頭返工，即係日頭返學，放咗學趕住去做 part time 返工，跟住收咗工半夜做功課，瞓得個幾個鐘頭，又要起身返學，放學趕住返去開工。你遲到少少會畀人詐認嘅，因為我住喺，如果大家如果係 BNO 嘅朋友咧，如果有考過 Life in UK，都會讀過一個地方或者一個人，一個就亨利八世。我嗰陣時住喺就近住 Henry the Eighth 嗰個 castle 附近嗰邊，咁出倫敦返學我要2個鐘頭。
咁你諗下，人哋9點鐘開學，即係開班，我要6點零鐘我要起身出門口。咁你諗下，做個餐館最早閂門都11點，跟住你梳洗完做功課，其實你得個幾個鐘頭瞓覺，仲要係少少遲到，追唔到班火車返到嚟，畀人聽人哋說話，有時嗰種感覺，嗰種無助感，嗰種孤獨感，又冇嗰把屋企人嘅聲音，嗰個年代又冇網啦，你要下下要買電話卡打長途電話會好貴啦，嗰種失落感，嗰種無助感，我係好有感受嘅吓，所以我亦都明白有啲朋友過到嚟嗰種迷失，嗰種迷惘，但係呢個係少少嘅心態嚟去改變啊，佢點樣會令到你會更加會好返呢？或者即係點樣講呢？冇咁轉喺嗰個迷失迷惘期呢。咁我嗰陣時呢，我自己用即係我自己personal 嘅 experience，我係盡快去擴闊自己嘅社交圈子，唔好再執着返話我香港啲朋友啊，香港啲老死啊，冇㗎喇，因為事實我過咗嚟啊嘛，係咪？咁當然我喺度生活，我就想有返自己呢度嘅 local 嘅自己一個朋友圈啦，咁樣。當你有個朋友圈，就會更加容易到有聲音，即係有陪住你。當然佢都冇話好似香港咁方便，一個電話半個鐘頭內可以見到面，因為始終喺外國地方大，又未必想當年又未必個個得閒，因為個個都要幫屋企手做嘢啦咁樣。但 at least 你有自己嘅朋友圈子，去行街睇戲 shopping，都有班朋友同你出去玩。咁你開始慢慢去熟悉咗呢度文化，有個朋友圈子，以前冇咁大，依家仲話會多啲。依家有好多唔同咩 group，有 Facebook，有成，以前乜都冇。自己圈子就係喺自己學校慢慢建立返嚟，或者喺自己嘅埠裏邊。同啲鬼妹鬼仔嗰度自己去 build up 返嚟，咁當你有咗個圈子，有咗嗰種所謂叫世藝啦，咁你個人就變咗冇咁迷茫啦，有人同你傾訴啦，有人同你玩啦，或者即係family gathering 都會有啦，咁其實依家喺BNO 嘅朋友嗰度嚟會，我相信會比我哋以前更加輕鬆啲嘅，只不過係有時耐唔中可能會覺得啲少少 lost 嘅，我都相信香港人嘅力量都唔錯嘅，其實喺英國嚟講咧，唔會令你會變得更好，亦都唔會令你變得更差，只係不過你喺你英國裏邊會，你要更加可以慢活去做返真正嘅自己咯，我覺得每個人 back to 返個 neutral，去返嗰個純粹，你自己冇咁多社會嗰個規範框住你先，你 back 返你自己以前細路仔嗰個純粹，英國你可以畀到你呢種感覺，我唔需要去畀人哋標籤做乜嘢，做任何嘢咁樣咯，呢個係英國可以畀到個空間我哋自己去做多樣嘢，但係調返轉迷失或者唔係放大呢個弱點咯，即唔係弱點嚟嘅，我覺得係某程度嘅情緒一定會有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我都經歷過嘛。咁如果你依家仲係覺得迷失嘅話，我或者有分開幾段説話啦，可以講返畀大家聽。即係我覺得迷失就唔係代表失敗，
只係一個適應期啫。即係每一個移民都會有同樣嘅情緒㗎啦，某程度上嚇，迷惘啊嗰樣嘢，即係某程度上都有少少呢個情緒嚟嘅咧。所以唔需要太過誒轉落去啦嚇，睇開啲，放鬆啲嚇，都會經過嘅。啊，第二樣咧，我就會覺得亦都唔需要同咩人去比。英國係唔需要同人比嘅。最緊要就係自己覺得開唔開心嘅啫。英國人你活得真唔真啊？得閒weekend 同啲小朋友出去玩啊，踢波嘅踢波，睇戲睇戲，或者去嗰啲 theme park 度玩下，都好多㗎。英國都好多㗎，係咪啊？車成屯啦、Blackpool 啦，或者有啲 fun fair 去玩下啦咁啊。誒，嘗試下俾自己慢落嚟啦。其實喺英國咧係唔怕同人比，係最怕咩咧？同自己以前去比。我以前點樣？我以前點樣？我以前點樣？係最怕係同以前嘅自己比。同人哋比，我哋香港人唔會輸蝕得去邊啊！係最怕同翻我以前自己比。我以前揾哇幾多錢一個月？我以前點樣點樣過到嚟又點樣點樣？即係最怕係同自己比。所以我就覺得唔需要同自己比嘅，因為你嚟到英國係重新一個新生活啊嘛，係咪？唔需要同過去嘅比，因為你喺呢度重新一個新生活，你明白？第三樣嘢想同大家分享翻就係，其實作為一個新移民，我哋肯離開香港嚟咗一個從英國或者其他美國、加拿大、澳洲都好。重新一個生活去開始，其實已經係好勇敢，尤其是孭住一家大細。你話我以前自己一個過到嚟啦，咁都係自己一個，有咩事自己啃啊，自己硬啊咁。但係當你有一家大細，你個責任感又唔同，所以其實呢個勇氣已經係好堅嘅。應該識得 appreciate 自己嗰種堅，兩公婆去點樣咬住牙關，點樣去過到嚟咧？呢種係，我覺得係值得人俾人欣賞。呢個，我覺得呢個態度係好正。最主要咧，乜都係假。過到嚟英國，或者你去到任何一個地方，即係個新移民都好，你要問翻自己嘅初心。我過嚟做乜先？係咪？我係為仔女啊，為呢樣為嗰樣啊？你問翻自己幾個問題：我過嚟做咩先？我過到嚟，既然如果我係諗住為小朋友第時佢生活好啲，或者佢就算讀唔到書都成口英文，或者佢讀書冇咁大壓力，乜嘢都係小朋友先嘅話，咁你其他嘢就唔使諗噶啦，唔需要諗自己點樣點樣噶啦，佢係你嘅 first priority，係咪？咁既然你嘅重點都係出發點都係小朋友嘅話，你就其他嘢都唔係太過重要啊。反而你會更加識得 appreciate，或者喺呢度嗰種生活環境，令到個小朋友冇咁大壓力去成長，仲有大家有一個好有 quality 嘅 family time。呢個咪你調轉角度諗，咪輕鬆舒服，咪揾到自己嘅開心點咯，係嘛？即係呢個係每一個人過到嚟，梗係有個原因噶嘛。唔會話人過我又過，咩冇可能咁樣。你過嚟一個係一個幾重大一個決定嚟㗎，係一個重新一個生活嚟嘅。所以如果你揾到你自己嘅初心，點解我要過嚟先呢？咁基本上嗰個迷失迷惘咧，好快就會消失，因為你個集中點唔再喺嗰度轉牛角尖啦。你會就係諗為咗小朋友，我做乜都得。係嘛？我為咗小朋友，我點樣都冇問題，係嘛？做父母偉大噶嘛？咁不論你嚟到英國啦，會變得開心又好，或者變得迷失都好，
無論你係邊一種都好，我哋都會理解嘅，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過來人。英國唔係一個天堂，英國係可能會俾到一個機會到你重新認識自己啊，揾到做一個生活嘅定義啊，更加會或者享受到一個好多嘅 family time 啊，譬如真係好多就小朋友一齊成長，一齊睇住個小朋友嗰個冇壓力去成長嗰種感覺啊，換來翻你自己一個心安，多一個迷失嗰種心態啦，啱唔啱啊？咁今日個節目大概講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我今日嘅分享，記得俾個 like、留言同埋訂閱支持下我。如果你想聽我講得更多啲譬如嚟到英國嘅情緒啊，或者香港人喺呢度嘅生活啊，老華僑嘅生活啊，各樣嘅話咧，咁或者你心裏邊咧有啲擔心，有啲感受，都唔緊要㗎，你可以留言俾我啊，可以留言俾我，我哋傾下偈嚇，商討下。所以我覺得或者你可能開頭覺得迷失，唔緊要㗎。擴闊社交圈子，包括埋你喺 YouTube 你可以揾到我嘛所以唔緊要我哋都係你喺你身邊所以你記得如果有咩嘢事都可以話留下言傾下偈，或者睇下我哋唔同嘅節目咁樣啦我都會喺英國一度陪住你哋我係 Toffee Boy 我哋下一條片見，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你個 channel 每一次嘅訂閱，每一個朋友嘅訂閱，會俾到我更加多嘅創作靈感俾更加多啲唔同嘅類型嘅嘢俾大家睇。咁今日講到咁多先，OK，下條片再見，Thank you，拜拜。